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十分好書，一個結合 AI 工具嘅閱讀試身室，每日10分鐘，輕鬆揀出最啱你嘅好書。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呢本書，書名叫做《思考不過是一場即興演出》，副標題係用行為心理學揭開深層心智嘅迷思，作者係英國華威大學嘅行為科學教授尼克查特。我想問大家一個好深層次嘅問題，你覺唔覺得自己心底入邊收埋咗一個真正嘅自我呢？我哋由細到大睇電影、睇小說，甚至去睇心理醫生，都經常聽到一個講法，就係人有一座潛意識嘅冰山，露出水面嘅只係我哋嘅理性，而喺水底深處隱藏住我哋嘅童年創傷、深層恐懼、隱秘嘅慾望同埋真正嘅性格。弗洛伊德嘅精神分析學說話俾我哋知，要解決心理問題，就必須要向內心深處挖掘，揾出嗰個潛伏喺黑暗之中嘅真面目。但係尼克查特教授喺呢本書入邊毫不留情咁將呢座冰山一腳踢爛。佢話俾我哋知，心理學界過去100年嚟最大嘅騙局就係令我哋以為人類有一個深層心智。作者嘅結論非常之震撼，佢話人類嘅心智根本就係平坦嘅，就好似一隻平底鑊咁，完全冇深度可言。我哋根本就冇所謂嘅潛意識，冇深層嘅信念，亦都冇隱藏嘅動機。你以為你經過深思熟慮先做出嘅決定，你以為你內心深處壓抑住嘅憤怒，全部都只係大腦喺嗰1秒鐘之內即興創作出嚟嘅劇本。聽到呢度，你可能會覺得好荒謬。如果我哋冇深層思想，咁我哋到底係一部咩機器？今日我就帶大家一齊拆解呢本顛覆世界觀嘅神作，透過一連串極之精彩嘅心理學實驗，重新認識你嗰個每秒鐘都喺度作古仔嘅大腦。第一部分，打破深度錯覺與雪櫃燈效應。首先，我哋要了解下點解我哋會覺得自己有一種好有深度嘅錯覺。作者指出，呢種錯覺首先係來自於我哋嘅視覺系統。試下合埋眼，然後擘大眼望下你周圍嘅環境，你係咪覺得自己一眼就睇晒成個色彩繽紛、細節豐富嘅世界呢？你覺得你嘅視野係一個超高清嘅大屏幕，但係腦神經科學話俾我哋知，呢個絕對係一個幻覺。人類視網膜上面真正能夠睇到高清細節同埋顏色嘅區域，叫做黃斑部中央粒。呢個區域細到咩程度呢？如果你伸直隻手望住你嘅手指公，你真正睇得清楚嘅範圍就只有你手指甲咁大。至於手指甲以外嘅世界，其實全部都係模糊不清，甚至係黑白嘅。點解你覺得自己睇得好清楚？因為你對眼每秒鐘轉動幾次，大腦就將呢啲零碎嘅高清焦點，好似砌拼圖咁，即時合成，俾咗一個我睇清晒全景嘅錯覺你。只要你一轉移視線，大腦就即刻為你填補畫面。作者將呢個現象稱為雪櫃燈錯覺。你覺唔覺得雪櫃入邊盞燈好似永遠都係着住嘅呢？因為無論你幾時打開雪櫃門，盞燈都係着緊嘅。你冇辦法睇到雪櫃門趴埋嗰陣，入邊係黑漆漆嘅。我哋嘅大腦就係一部極之靈敏嘅雪櫃門開關。當你問自己我對死刑有咩睇法，你打開大腦呢個雪櫃，大腦即刻喺0.1秒之內，根據你尋日睇過嘅新聞、你嘅宗教信仰、你當時嘅心情，即興編織出一個答案，然後着燈俾你睇，你就會覺得哇，原來我心底入邊一直都係咁樣諗㗎。但係作者話喺你問呢個問題之前，你個腦入邊根本就冇一個叫做死刑睇法嘅檔案存喺度。我哋並唔係由內心嘅保險箱攞出一個預設嘅信念，而係喺被問到嗰一刻，大腦即場作咗一個答案出嚟。呢個就解釋咗點解人嘅信念會成日自相矛盾。你可能今日覺得應該要嚴懲罪犯，聽日睇完一套感人嘅電影，又覺得應該俾機會人改過自身。如果我哋真係有深層不變嘅價值觀，
我哋就唔會咁容易被外界環境影響。所以所謂嘅內心世界，其實只係大腦為咗應付眼前嘅問題而不斷進行嘅即興表演。第二部分，選擇盲視與大腦呢位終極編劇。既然我哋嘅信念係即興創作嘅，咁我哋嘅行為又係點解釋呢？我哋成日以為係先有思想，然後先有行動。例如，我覺得條裙好靚，所以我買條裙。但係行為心理學家做咗一個超級經典，叫做選擇盲視嘅實驗，徹底推翻咗呢個因果關係。實驗係咁嘅，研究人員俾受訪者睇兩張唔同女仔嘅相，問佢覺得邊個靚啲。受訪者指住左邊嗰個，話左邊靚啲。呢個時候，研究人員運用好似魔術師咁嘅手法，將兩張相調包，然後將受訪者原本冇揀到嘅右邊嗰張相遞俾受訪者睇。研究人員問佢：你可唔可以解釋下點解你頭先會揀呢個女仔呢？最令人震驚嘅事發生咗，絕大部分嘅受訪者竟然完全冇發現張相被人換咗。佢哋望住嗰張自己根本冇揀過嘅相，然後侃侃而談。佢哋會話：因為我中意佢戴住耳環，或者因為佢笑容好燦爛。但係其實原本佢揀嗰個女仔根本就冇戴耳環。呢個實驗證明咗啲乜嘢？證明咗我哋根本唔係因為某個理由而做出選擇。真相係我哋先做出咗行動，或者被告知做出咗某個行動，然後大腦呢位終極編劇就即刻根據眼前嘅結果，即興創作出一套合情合理嘅解釋。為咗進一步證實呢點，腦神經科學家對患有裂腦症嘅病人做過研究。裂腦症病人嘅左右腦係斷開連接嘅。研究人員向病人嘅右腦發出指令，叫佢行去門口。因為右腦控制左邊身體，病人就真係企起身行去門口噶啦。呢個時候，研究人員問病人嘅左腦，亦即係負責語言同埋邏輯嘅部分，問佢：你點解要企起身啊？左腦其實完全唔知右腦收到指令，但係左腦絕對唔會答我唔知。左腦會即刻作個故仔出嚟，佢會話：哦，因為我想去雪櫃攞罐可樂飲。呢啲實驗赤裸裸咁揭示咗人類心智嘅本質。大腦入邊有一個解譯器模組，佢嘅唯一工作就係為我哋所有嘅行為編織出一個連貫、看似有深度嘅故事。你以為自己深思熟慮先決定辭職，其實可能只係你尋日俾老細鬧完，覺得眼瞓，大腦就幫你揾咗10萬個理由去合理化呢個衝動。我哋每個人都係自己生命中最好戲嘅演員，同時亦都係最容易被自己呃到嘅觀眾。第三部分啦，情緒嘅捏造同擺脫過去嘅自由。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話，就算信念同行為可以捏造，但係情緒總係真實嘅少嘅。我心底入邊嗰種憤怒、嗰種悲傷，絕對係深層嘅感受。作者再次請出行為心理學嘅實驗嚟反駁。著名嘅沙克特辛格情緒雙因素理論實驗入邊，研究人員幫受訪者注射咗腎上腺素，令到佢哋心跳加速、手心冒汗，然後將受訪者分開放入2間房。第一間房入邊安排咗一個特技演員喺度發脾氣、掟嘢；第二間房入邊安排咗一個演員喺度搞笑、玩遊戲。結果發現，被安排喺發脾氣房間嘅受訪者會將自己心跳加速嘅生理反應解讀為我依家好嬲，而喺搞笑房間嘅受訪者就會將同樣嘅生理反應解讀為我依家好興奮、好開心。呢個說明咗乜嘢？說明咗情緒根本就唔係收埋喺心底嘅猛獸，情緒只係大腦對你身體當下嘅生理狀態結合周圍環境所做出一種即興嘅標籤。你心跳加速到底係因為恐懼、憤怒，定係因為墮入愛河？大腦係睇情況嚟作判斷嘅。如果心智係平坦嘅，情緒係即興嘅，
咁對於我哋嘅人生有咩重大意義呢？意義非常之大。呢個意味住過去幾十年嗰種強調要挖掘童年陰影、尋找內心創傷嘅心理治療方法，可能走錯咗方向。如果你相信心智有深度，你就會覺得自己嘅抑鬱係因為細個嗰陣父母對你唔好，你覺得呢個係一條根深蒂固嘅刺，一日唔拔出嚟，你一日都唔會好返。你越去深挖，大腦就越會幫你即興創作更多悲慘嘅細節，令你越陷越深。但如果心智係平坦嘅，你根本就冇被過去綁架。你之所以覺得痛苦，只係因為你嘅大腦習慣咗不斷重複播放同一個悲慘嘅劇本。你每一次回憶，其實都係一次重新嘅即興創作。既然係即興，你就擁有絕對嘅權力去改變劇本。呢個就係點解認知行為治療會咁有效。佢唔要求你去追溯過去，佢只要求你改變當下嘅行為模式。俗語有話：Fake it till you make it，假戲真做。當你刻意改變自己嘅行為，例如強迫自己對人微笑，強迫自己行路抬起頭，大腦呢位編劇就會收到新嘅素材，佢會即刻將呢啲生理反應解讀為：我依家好自信，我依家好開心。平坦嘅心智並唔係一件可悲嘅事，反而係上天賜俾我哋最大嘅自由。你唔需要花一世時間去尋找自我，因為根本冇一個固定嘅自我等你去走。你每一秒鐘都可以透過新嘅行動去創造一個全新嘅自我。呢個第四部分，結語與行動建議。好啦，講到呢度，我哋總結一下，思考不過是一場即興演出呢本書嘅核心價值。尼克查特教授用大量科學證據徹底粉碎咗深層心智嘅神話。第一，我哋冇潛意識，所謂嘅信念同埋思想都係大腦為咗應付當下而產生嘅雪櫃燈錯覺。第二，大腦係一部極致嘅解譯器，我哋係先有行動，然後大腦再即興編織出合理嘅理由。第三，情緒同埋創傷都係當下嘅詮釋。明白心智係平坦嘅，我哋就可以透過改變行為，隨時重寫人生劇本，獲得真正嘅自由。呢本書徹底解放咗我哋對過去嘅執着，將改變嘅力量交翻落當下嘅行動之中。咁呢本書適合邊類讀者睇呢？如果你係一個成日諗多咗、過度內耗，甚至成日懷疑自己有隱藏心理問題嘅人，呢本書會幫你剝走所有嘅大腦雜草，令你豁然開朗。如果你中意研究心理學、行為科學，呢本書入邊講述嘅幾十個經典實驗，絕對會令你大開眼界，推翻你以前學過嘅常識。又或者你係一個想改變自己性格，但係覺得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嘅人，呢本書會話俾你知，本性根本唔存在，你可以隨時變成你想要嘅人。聽到呢度，係時候要有個行動建議啦。我建議大家喺嚟緊呢一個禮拜，每當你感受到強烈負面情緒，例如好嬲或者好焦慮嗰陣，試下啟動一個導演模式，唔好急住去信你大腦俾你嘅理由，停一停，問下自己：我個腦依家寫緊一個咩劇本？我心跳得咁快，會唔會其實只係因為我飲多咗杯咖啡，而唔係因為同事講錯嘢？嘗試主動去扭轉大腦嘅詮釋，例如將緊張解讀為興奮。只要你肯試下做自己大腦嘅導演，唔好做一味被動接受嘅觀眾，你會發現原來你可以輕易掌控自己嘅情緒密碼。最後，我想問大家個問題：知道咗自己原來冇一個深層嘅靈魂，一切思想都只係大腦嘅即興創作。你覺得係一種解脫，定係一種失落呢？你最想用呢套即興創作嘅能力，為自己寫一個咩新角色呢？歡迎喺下邊留言，同大家分享你嘅劇本。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請俾個 like 同埋訂閱，亦可以使用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繼續製作好內容㗎。